嗰晚林鄭司長嘅表現10分，我會俾6分。嗰份民情報告，我諗好多香港人都覺得唔夠啦。如果唔係，大家都唔會仲喺度。有眼嘅，有睇報紙，有睇香港嘅資訊嘅，我諗習近平國家主席佢都有睇嘅。其實佢一定知道呢度發生緊啲咩事。如果你 send 份報告係俾一個行政機關，咁大陸又唔需要作出任何回應嘅，咁其實咪就係最唔足夠嗰個地方。我對於譚局長佢話我份工唔係叫我嚟憑良心做嘢，我亦都係要平衡各方聲音嘅。我相信其實就算佢話要平衡各方意見，都要憑良心去平衡各方意見。但係佢話佢自己平衡咗各方意見嗰個，我都非常之唔認同啦。因為香港人根本喺表達嗰個意見嘅時候咧，係想要3位或者以上嘅候選人嘅。佢夠膽出嚟話2至3位係過去咧大概個數目嚟㗎啦，咁就可以就2至3位。咁既然係咁嘅，做咩諮詢報告？即係嗰份叫諮詢報告，嗰份唔係匯報翻以前嘅情況，所以我哋將來都不如咁啦。我俾譚志源局長嘅評分係10分入邊可能得4分。老實講，我覺得比袁司長應該係俾最低分，即係10分我會俾3分。其實好多基本法嘅條文咧，袁司長佢哋係冇權解釋嘅，解釋個機關係人大咯。人大今日其實對於呢一啲嘅條文都未真係作出一個決定嘅時候咧，袁司長唔需要用自己高高在上好多法律嘅知識啊，呢一個咁樣嘅形象咧，去為香港人解釋晒呢啲法律嘅。62條入邊第11本都寫得好清楚，人大可以對於人大常委都做得不適當嘅決定去撤銷嘅時候，袁司長憑乜嘢話中國政府唔會依法治國，唔會願意去改變呢個決定？劉江華嘅表現點睇咧？佢坐得非常之端正啦，而且佢亦都發揮到一個擾敵嘅作用啦。我想俾劉江華副局長係10分嘅。時勢造英雄，英雄造時代。我係2方梁麗國，香港人有情有義，依法達義。